家好，今次節目係我哋最後一次為大家報道彩色人生天賦冊呢系列嘅壁畫嘅消息。彩色人生天賦冊呢4幅大型壁畫，終於響家長、老師、舊生同埋同學嘅努力之下完成晒啦。不如我哋先回顧製作過程嘅點滴啦。由於學校嘅牆凹凸不平，所以有家長義工成為大家嘅老師，教導我哋點樣去批牆。而老師佢哋都盡心學習，喺星期日下午返學校幫手批牆。經過一番嘅努力，牆壁終於平滑了。而家長義工踴躍地用砂紙散滑牆壁，令由底有嘅工程更暢順。我哋要俾好多個叻俾家長義工，因為佢哋不辭勞苦為壁畫工程做咗先鋒隊。之後視藝老師接棒喺牆嘅身上面按比例放大草稿，為咗令低年級嘅同學可以輕易咁參與過程，一班熱愛美術嘅舊生返到葉小，先為唔同嘅色區捆邊，真係考功夫同耐性啊！及後老師安排好時間表，會俾唔同年級家長、舊生都可以參加呢樣盛事。我哋睇下當時嘅情況。係時間睇下完成嘅壁畫啦。英語閱讀室。視藝室。常識室。音樂室。呢一幅係屬於葉小，屬於我哋嘅壁畫。